我和月兒正好要去见秦王，若是张子不嫌，可一同前往。对啊，你的锦绣文章也可以让秦王看看。不可，行医看病讲究对症下药，在下的文章是专门写给楚王的，对秦王没有用。不管怎么说，一同去吧。王兄，咸陽送來大良造公孫衍的急信。出什麼事了？年初，义渠國那邊舊王病故，立了新王翟離。義渠國的王叔對此耿耿於懷，為此準備帶着重禮到咸陽拜見寡人。義渠國年年攪擾我大秦邊境，是寡人的心中大患。公孫衍提議借義渠內訌之機，滅掉他們的氣焰。看來寡人不得不馬上離開郢都，回咸陽一趟。但這秦楚聯姻之事，楚王已經答應將嫡公主芈姝許配給寡人，寡人正好回咸陽，在六國結盟之前，準備一份厚厚的聘禮送到郢都來，看那楚王如何收場。王兄，那賈芈姝實在是醜得嚇人吶。放心，只要那楚王有膽量嫁，寡人就有膽量娶。大王，外面有人來訪，說與楚國公主有關。我去看看。小丫頭，怎麼找老伯找到這裡來了？恕羋月眼拙，竟不知那日的救命恩人就是秦國大王。不必多禮，貴人們無恙便好。老伯修過鬍子，以真面目示人，果真一點都不顯老。啊，這是皇公子黃歇，這是張子張儀。大王，大王，屈子高徒，太子伴读，本王久仰大名。大王客氣，雖是初見大王，但秦王之名天下皆知，一代雄傑，黃歇佩服。秦國自商君變法以來，國勢日張，誠邀天下士子入我咸陽，共謀天下。那屈子名動九州，寡人正思量，若誠邀屈子，不知他是否肯屈尊入秦。楚國乃屈子之父母之邦，恐怕師父不忍背棄。不錯，如今楚國勢強，屈子身為左徒，深受楚王信任。力圖在楚國變法，前途無量，何必千里迢迢遠去秦國？然世事盛極必衰，如今楚國朝堂之上，極恨屈子的大有人在，擁護變法者甚寡。更何況楚王為人優柔寡斷，只怕一日翻臉，屈子便朝不保夕。身為曠世之才，屈子難道甘心在庸君手下做一個庸臣？男兒生於天地之間，自當縱橫天下。若是一舉能動諸侯，一言能平天下，豈不快哉？秦王對我楚國宮中之事僅知一二，就此推論，恐怕有所偏失。寡人知道，秦國能給屈子的，楚國也都能給屈子。但寡人今日會給屈子兩個字，是楚國一世都給不了的。敢問是哪兩個字？請黃公子轉告屈子，那兩個字是痛快。楚國絕對不能給屈子痛快。小丫頭，你說寡人的話對還是不對？对，也不對。
怎麼講？說給別人或許是對，但說給屈子，那便是不對。玉兒說的對，大王讓皇協轉告屈子2個字，只怕屈子亦要還大王1字。何字？忠。子不忠父，乃為逆子；臣不忠君，終為二臣。好，寡人明白了。人各有志，不能强求。請皇公子轉告屈子，若他日在楚國有什麼委屈，無論何時，秦國的大門永遠為屈子敞開。如此，多謝。小丫頭，小丫头來找寡人，只怕還有別的事吧？玉兒受人之托來告知秦王，那日入宮相親，所見狄公主詔書，並非真詔書。何人托你來傳話的？秦王該是心裡有數。那他為何不親自前來告知？身份尊貴，豈能隨意與陌生男子相會？上次寡人受人恩惠，一直想將他物歸原主，但不得時機。不知小丫頭可否幫忙？秦王放心，我定會讓這塊方巾物歸舊主。好，無事，那我們先告辭了。哎，张子，张子，不与我们一同走嗎？我可以走，但只怕我这一走，有人会錯過一個人才，錯失一次良機，那事情可就大了。所以，你們先啊。啊，那我們先告辭了。唉，张子為何事而愁？為何事而愁？眼看着一樁好事就要付之東流，我當然發愁了。张子此話何意？秦王雄才大略，眼下楚國打算和5國結盟，秦國又想和楚國連橫，這狄公主